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术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。这一期啊，咱們繼續聊一聊經濟形勢。可以說啊，這又是一輪風高浪急呀，風浪越大魚越貴，是吧？最近1、2個月啊，內外形勢都出現了嚴峻挑戰。從內部來看啊，咱們各個部門啊公布的這些數據，你比如說1到10月的這些關鍵數據啊，如同這個北方的冬天啊，帶着幾分寒意啊。經過了這個關稅風波啊，出口竟然在10月份出現了半年多以來的首次下降，尤其是对美出口猛降1/4，对日本的出口啊從增長2.2%變成了下降5.6%，对歐出口也從增長14%下降到了增長1.4%。也就是說啊，傳統的有錢大客戶的訂單全線發力啊，都是不給力啊，就算其他中小經濟體下單再多啊，也難彌補這個大客戶的這個訂單萎縮，所以未來的出口這個局面啊，難言樂觀啊。我們通常所說的這個經濟的3駕馬車，出口之外就是投資啊，那這個投資就更難了啊。1到10月份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下降1.7%，跌幅擴大了1.2個百分點。尤其是過去啊所長期依賴的积極有為的基礎設施建設，也出現了這個下降。這個下降啊是5年來首次。房地產投資呢，降幅是進一步擴大到14.7%，成為這個投資的最大的一個累赘，就是拖累啊。唯獨啊消費看上去還像那麼回事。但是啊，明顯的啊，10月份開始也出現了疲倦。10月份社會零售總額增長2.9%，但比9月份的增速慢了0.1%，而且今年11假期還比去年長了1天。就這個啊，這個11中秋節啊，人均消費114，這個大家可以去查啊，也是官方的數據啊，114元夠幹什麼？更關鍵的是啊，汽車、家電等傳統大件消費啊，雙雙從快速增長轉為下降6.6%和下降14.6%，說明啊，未來想進一步提高居民消費任重而道遠，也就是消費這個潛力總覺得有啊，但是你怎麼挖這個消費的潛力到底在哪裡？這是我們內部的經濟數據，出口、投資、消費。那再看看外部，對吧？更是暗流湧動啊，這個地緣政治啊叫波譎雲詭，錯綜複雜。儘管啊，電商、醫療和設備製造等高端行業持續吸引外資湧入，實際使用外資的金額分別增長了173%、41%和40%，但是1到10月份，全國整體使用外資的規模還是下降10.3%。那有人就說了，我們的亮點是科技板塊、人工智能。實際上啊，在這種內外環境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以及波動啊等情況下，要想在全球科技競賽脫穎而出、一騎絕塵，那麼你就要不惜啊花費大量的這個代價去投資，沒有投入哪有產出呢？一味的講究精工啊，不惜代價的投入，耗資極大，但短期收益是沒有的。人工智能、機器人等行業很容易啊陷入消耗戰的泥潭，猶如俄羅斯侵略烏克蘭，不停的持續的加大投入，但是短期很難有什麼見效，你很難見到戰線有什麼變化，很有可能啊最後是雞飛蛋打，不排除最後啊產業沒有立起來，傳統優勢產業反倒被耽誤了。這些這個經濟數據的背後啊，似乎啊也隱藏着一個驚天的秘密，就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啊，科技那需要長期投入，這個有一定的風險，即便有回報，短期也沒有回報，長期的啊很有可能有回報，但那個充滿了未知數。那其他的呢？白酒崩盤，商場關門，房地產徹底涼涼，連萬科啊都要舉白旗了。這些曾經的啊財富密碼的行業，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塌方，對吧？你看着這些數據啊，既覺得扎心，又隱隱感到一種新時代的躁動啊。咱們經常說啊，一經落萬物生，這些代表過去的這種老錢，這種財富崩塌，是不是意味着啊有新的生物啊，新的這個行業，新的增長點孕育出來？也就是說啊，是不是一種代表着新時代的一種躁動，還是一場財富革命？首先是白酒崩了啊，崩得徹徹底底。这個3季度白酒上市公司的財報出爐啊，行業一片哀嚎，5兩億淨利潤暴跌65%，口子窖暴跌92%，連茅台幾乎是零增長。最高的時候啊，2021年茅台就是飛天茅台53度的3800啊，接近4000塊錢一瓶。到現在呢，很多地方啊開始賣1500多，這說明什麼呢？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啊？不光是这些白酒崩盘，玉石没人盘了，核桃没人揉了，天珠没人收了啊，藏獒也没人養了，连普洱也没人炒了。过去啊，这些曾经炒出天價的，对吧？熱火朝天的這些東西，不知道被誰把它送上神壇了啊！還有文玩收藏，統統的遇冷，連那個收藏大師啊，對吧？連自己家有博物館的馬爺，大家知道吧？光復啊，曾經一度都發不出工資，對吧？他隨便拿出一件展品都是鎮國之寶，故宮一件。他一件，但是發不出工資。但這個明星雲集的名導演啊，雲集的這個上市公司叫華誼兄弟啊，現在開始拍短劇下海啊，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好像這個時代確實變了。但那些明星，對吧？但那些富豪，還有很多這個神秘的啊，這些影視圈、娛樂圈背後的人，以前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，但是現在居然也在直播間賣9塊9這些包郵商品。確實啊，一場變化悄然來襲。總結一句話就是：曾經的中產、曾經的富人，很多已經垮台了，似乎啊，這個財富要面臨着這個洗牌。但是啊，我們看到的都是曾經的富豪、曾經的中產返貧垮台，他們最愛的那個茅台，對吧？還有那個 BBA 奔馳寶馬，對吧？瘋狂降價還賣不掉，那些名牌包包也賣不掉，奢侈品業績這個暴跌，是吧？也就是說啊，曾經的富豪啊，一部分富豪還有中產返貧，這個似乎就這麼個現象。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什麼新貴產生。以往啊，這老的一批富豪或者中產倒下，會有一批新的勢力崛起。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倒下，沒有看到崛起。我們看到的都是返貧。聯想到這個農業農村部啊，前一陣子，對吧？發文開會啊，要堅決防止規模性返鄉滯鄉。今天啊，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是李迅雷的對當前經濟熱點的一點思考。李迅雷大家都知道吧，對吧？是一位券商首席經濟學家。這個文章啊，是根據他在這個一個論壇上的講話歸納的啊，總結的。他把當前的經濟頹勢啊，還是歸結在房地產的周期。他認為啊，我們現在無論是經濟低迷還是要經濟復甦，都繞不開房地產周期。文章說啊，從2000年到2020年這20年啊，房地產的長周期上行階段，大家幾乎都不相信房價還會下跌。他說，人性啊，往往受制於思維定式，也就是慣性。咱們老說的慣性思維啊，或者叫路徑依賴。房價漲的時間長了，就以為啊一直能漲下去，反之亦然。什麼意思呢？也就是房價在那個漲的周期裡面，大家就天經地義認為這房價會一直漲下去。那跌呢也一樣啊，就是房價在下行周期的時候，大家總覺得這個房價是深不見底，會一直跌下去，這些都是叫慣性思維。這個李迅雷說啊，他說2-3年前房價下跌初期，不少分析師認為只要銷售面積到10億或者9億平米就見底了。我記得當時那個黃奇芳和那個王博明啊，不有一個著名的採訪嗎？我記得我在那個我的節目裡面還放過。當時網上很多人認為這個黃奇芳呢是真懂經濟啊，真懂房地產，對吧？他如數家珍啊。他的觀點就是我們房地產最終啊年銷售面積的10億還是12億啊，反正數字我記不清啊，反正大概這個量級。他認為啊會跌到這兒，實際上現在早就跌穿了啊。黃奇芳說的這個說明啊，再有遠見，在當時都還是偏樂觀，沒有充分的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。這個李迅雷說啊，他說10億或者9億平米的交易量，就見底。他說提出這個邏輯本身就有問題。他說相當於你只通過觀察股票交易量來判斷是否見底，而不是看估值是否合理來判斷。我不喜歡用房價收入比來判斷估值水平是否合理，因為很多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信度存疑啊。這个觀點跟我完全一致啊，也就是很多數字你只能參考，你只能估摸，你千萬不要被數據啊所這個誤導，因為數據本身它會騙人。這個數據的可信度你還要打個大大的問號。這個李迅雷他說啊，用租售比更清晰明了，國外核心城市平均租售比為 4.1%。李迅雷他認為啊，咱們國家合理的租售比應該在 3% 左右，與2套房的貸款利率相近。目前咱們的這個核心城市的平均租售比在 2% 左右，相當於50倍市盈率。上海租售比應該還不到 2%。李迅雷認為啊，就是租售比要達到 3%，咱們的這個房價才能見底。他說香港的房價雖然高，但租金也高，租售比接近 5%，相當於20倍市盈率。
銀率。但是香港的这個利率也高啊，對吧？人家存款利率是4%、5%啊，房貸利率也高吧？李春雷啊，把10月以來咱們這個樓市啊有加速下跌的趨勢，他也認為這是慣性思維導致的。針對有人說啊，可以通過發展高科技來替代房地產，進而實現 GDP 穩增長目標。比如說任澤平老師說的什麼新能源汽車，對吧？很多人不說汽車行業已經取代房地產了嗎？這些說法都非常錯誤啊，非常這個片面。要知道咱們全社會啊存量房價值400億萬億啊，或者500萬億，最高的時候是650萬億，現在跌到只有400多萬億，那這個是多大的一個量啊？一個存量，哪裡是那點汽車可以比擬的呢？對吧？也就是說啊，房地產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，這個房地產本身對 GDP 的貢獻和對就業的貢獻，那都是非常大的。所以這個李春雷他認為啊，他說一個經濟體就像一個人，其各類器官的循環暢通必須保證，如呼吸系統、消化系統、代謝系統、血液循環系統。房地產是經濟各大系統中的一個，相當於消化系統，製造業更新換代相當於代謝系統。所以說啊，房地產和高科技不是彼此替代關係，而是相互協同關係。這個李春雷的意思就是不能老是一味的強調高科技，对吧？一味的这個強調什麼高質量，房地產還是不能扔了，還是要健康發展啊。然後李春雷說這個出口啊有韌性，但明年增速會放緩，跟剛才咱們說的那個出口數據是一致的啊。他說在美國進口關稅大幅提升下，我國今年出口增速超預期，前10個月以美元計價的貨物出口金額增長 5.3%， 而年初大家都擔心今年出口負增長。近年來我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佔比逐步上升，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增速好於終端產品，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佔比下降，對新興市場出口顯著增加。不過今年美國和歐盟進口增速超預期，其中歐盟前10個月商品進口累計增長 7%， 美國增長 8.8%。 我國出口價格指數今年還是下行，從2023年至今累計下行 18%。但明年的外需估計沒有像今年那麼好了，美國的搶進口效應會消失。疫情以來，中國出口份額增量主要來自於新興市場國家，如東盟和非洲。受這兩大經濟體出口高基數影響，明年出口增速估計會回落。大國博弈存在長期性，關稅戰已經蔓延到產業鏈與供應鏈之戰。中美最近一次談判，看似美國做出了讓步，以降低關稅獲得中國稀土出口限制延後1年的待遇，但從長期看，實際上反映了彼此都要做大自己的產業鏈，避免被對方卡脖子。李春雷認為啊，和只是一種策略，鬥則是長期的。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勢力，實際上是想構造自己的產業鏈和供應鏈，以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。所以我也說啊，這個特朗普的貿易戰，它只是暫停一會兒，休息一下，對吧？明年再戰。大的形勢啊，那就是外貿環境越來越差，主要是歐美，他們最富裕最發達，其他地方呢，保不齊明年後年也有可能要跟進。所以這個李春雷啊，他說啊，展望2026年，中美中日貿易額仍將減少，在被迫站隊的壓力下，來自非美經濟體的關稅風險也在上升。就是我說的東盟、這個南美、非洲，對吧？這些地方明年後年也會受影響。所以在全面脫鈎大趨勢下，未來的出口並不樂觀。然後談到消費啊，對 GDP 的貢獻率將會上升。李春雷說啊，從數據看，我國居民部門的償債率偏高。這個償債率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每個月啊還本付息，就是還銀行的錢，占你收入可支配收入的比例。就是你這個月可支配收入就是1萬，如果你要還銀行9000，对吧？那你這償債率就90%啊。那你還有什麼錢消費呢？啊，所以這個指標就這個意思。那我們這個指標偏高，高到什麼程度呢？是日本和美國的2倍。那你說你的消費怎麼可能起得來？說因為該數據比居民部門的槓桿率更能反映居民的實際債務負擔。財稅體制改革、國民收入再分配體制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。他說日本在失去的30年中，其基尼係數並不高，也就是日本在貧富差距啊，在他失去的30年裡面並沒有
急劇拉大。那但是我們现在现象完全不是啊。他说，日本在逝去的30年中，其基尼系数并不高，但促消费的效果并不理想，因为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，通过改革了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，对促消费是有利的。但改革往往是知易行难，而且改革有时间成本，需要有紧迫感。咱们这个经济下行，往往伴随着是中产返贫，这个收入困难的人越来越多，极少数人他赚出了更大的财富，对吧？他是通过这种各种不公平的手段呢，对吧？敛取了大量的这个财富，导致这个贫富加剧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那个30万一平的房子，对吧？1.5亿的那个房子日光，但是大量的牛马犹如失业，一夜返贫，那房子被没收，要贷款卖房。李顺雷说啊，应充分认识物价回升的难度。他说，反内卷有利于物價合理回升，這是當前大部分人的共識。物價取決於供需關係，其中製造業投資是增加供給的。事實上，下半年以來，製造業投資增速已經大幅回落。2019年至今9月，出口高依賴行業、非高依賴度行業的製造業投資分別是 64.9% 和 47%， 但2025年3季度則分別下跌 1.9% 和 0.6%。這個是一把雙刃劍啊，就像那個天平一樣的，你這邊降下去了，那邊翹起來了，那邊翹起來，這邊降下去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反內卷，那就是要產能收縮，這是好事，對吧？但是啊，你產能收縮也會減少這個製造業的這個增加值，也會削弱 GDP 的增速，是不是這樣子啊？然後你又會減少就業崗位，也就是有利有弊啊，你不能光看到有利的一面，那它負面的呢也得充分估計到。這個李春雷的意思很簡單啊，就是供需決定這個價格嘛，那你打壓供給這端似乎好像，對吧，也能穩住價格，減少內卷。但是如果我們擴大消費呢，內需呢，所以說啊，擴大消費是反內卷的最有效手段。所以說來說去就要刺激消費啊，消費的擴大又需要有居民收入增長，但居民收入提高主要依賴於就業率的上升。目前國內靈活就業者數量越來越多，大學生、畢業生面臨就業難的壓力，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叫菲利普斯曲線，失業率與通脹率成反比關係，失業率越高，通脹率越低，要讓通脹率回升，失業率就得下去。2026年我們有1270萬大學生畢業，又有多少人要失業啊？他說啊，2021年日本走出通縮與安倍晉三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關，但還有一個因素是，當老齡化率達到一定水平，勞動力越來越短缺，失業率就自然下降了。如日本大學畢業生目前失業率水平處在歷史的最低位，他說，所以物價就回升了。李順雷認為啊，他說我國的房地產下行週期還沒有走完，居民和民營企業部門的降槓桿還在繼續，這就決定了就業率的提升有很大難度，物價回升需要多管齊下才能奏效。比如增加城鄉居民的社保總規模，尤其是要面向中低收入群體，通過放寬服務業的准入範圍來擴大就業。總之啊，不難發現物價要回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就是說啊，我們要走出通縮非常難。這就是李順雷的觀點，這個經濟發展啊進入一個怪圈呢。我們在以前節目也說過啊，新能源汽車為什麼產能過剩，就是我們要產能啊開足馬力還可以提高1倍，反過來說就是我們還有一半的產能是閒置的新能源汽車，那是怎麼導致的呢？那就是各個地方，對吧，盲目上馬新能源汽車。為什麼要盲目上馬呢？因為各個地方它要 GDP， 它要解決就業，這都是投資啊，拉動就業，結果產能過剩。那你現在讓人家關閉，你靠行政命令關閉那肯定不行，那困難就來了，人家就業怎麼解決？人家 GDP 上不了，人家沒有稅收，所以只能靠市場手段。市場手段什麼意思啊？那就讓他自己競爭不下去，只能破產，生產出來賣不掉，降價，捲，大家都捲了之後總有企業要關門，但這個又會造成大量的投資損失，對吧？銀行壞賬，最終還要大家來一起買單。你看這是不是個怪圈呢？陷入了一個恐怖螺旋呢？實際上某種程度上啊，政府也陷入了那種越努力窟窿越大的這麼一個境地，就像我們很多買剛需房上套的這些韭菜一樣，越努力最後窟窿越大。目前看啊是基本無解，至少啊用這個計劃經濟的思路啊是解決不了的，只能看市場化。當然了，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李順雷啊，他給出了一個他認為的答案，他給的答案就是積極的貨幣政策啊，叫積極的財政政策，寬鬆的貨幣政策。這裡我就不多說了啊，這些我認為是意義不大。
積極的財政政策，那去年10萬億已經這個對吧出台了，起什麼作用了沒有？寬鬆的貨幣政策對吧？那利息還在降，存款準備金還在降，你就是降到0又能怎麼樣？以房地產為例啊，你就是按揭貸款降到1%，是不是韭菜就準備買房？沒有用的。說来說去啊，還是飲鸩止渴啊，这就是我們當前的這個經濟形勢，冷暖自知啊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